型吗？有啊，跟他唱出来的。几难字？对啊。对啊。这压礼拜二人唔来打了。哦哟，实力的。所以你觉得你的实力不会输他？啊，不会。啊。对对，他跟你呛瞎了。对啊，对不对？放马过来嘛。是含大夫感染肺术，也伴随茫茫。我有去参加一个黄蝶季，主办单位伊就结束嘅就同来讲啊，有一个崇拜来谈嘅，那位大姐，中国嘅系一个大姐，伊就同一公司讲啊，做啲捐款同一个发支持了的发展。哦，就因为你，所以他就捐款。对，就有一个因为这首歌，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很美好的连结。这位大姐，要不要来听听我的歌？你要先让她感动一下，对，感动一下。闹热大擂台，闹热強下來。大家好哈，我馮姑哈。我係大家好。好，下禮拜又來到新的安尼爆米爭霸賽啊！冇錯。流行組誒，來介紹一下目前那個米面仔。米面仔係連續2禮拜嘅羅海燕。連續2禮拜。係啊。這2禮拜應評數啊，你冇下去啊？冇下來。這也是一種實力呢。是，但是按呢，這個我們燕峰看起來就心情很不好啊，心情冇嘛。表面上強顏歡笑。對，他現在在強顏歡笑。哎呀，按你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好，來。葉家瑄先生、齊澤偉先生、黃丕樹先生、王奕恆先生。哎呦，宇涵老師現在已經固定當評審老師了，厲害。好像越來越常看到他。你就要成長啊。真的呀。對呀，是啊。有一天你就踩着 Over Our Dead Body。總有一天等到你。來，歡迎 TV 參賽朋友。TV 係新嘅朋友，來自桃園楊梅羅別下帶來一下練習。來，等下啦。
罗小姐啊，哈，罗小姐吼，罗凤英，罗凤英，T100來哈，T100來。哎呦，吃到超唔會見重嘅感覺。係啊，因為當然經驗吼，身經百戰哦。冇 T100來比賽。T100來啊，真係。唱到音樂都唔會緊張。哦，真嘅哎呦，哇，天生表演者，係嘛？係啊，唱到音樂唔會緊張，哎，很奇怪哈，你的上了舞台。冇音樂都會緊張。係啊。會線的時節就會緊張，哎呦，假是有一會線嘅嘛。更奇怪哦，哈，係啊，跟來也係目的係乜嘅？唔會啊，我喺小嘅我哋就用梅，正嘅用梅客家莊。哦，用梅，用梅，正嘅客家莊。V 做商業節目啊，唱歌啊，介紹人用梅。楊梅地區的觀光大使。對啊，還是你是在楊梅縣政府？區長夫人。到區公所，來到民政科。哦，難怪啦，我想要介紹啦。當然我哋就區公所會辦嘅正月十五嘅時節會辦發通，啊分享大家來你用梅，正用梅客家莊來行聊聊啊。哦，公園期間就出嚟。正月十五係。哦，正月15。分享嘅啊，辦法典啊。佢用梅同沒有你比人來較講。全部同講，全部客家莊，全部愛挖洞給他跳。後代沒有中氣，都清講。對啊，先講啊，唱到暗號啊，也下當來吼，係啊係啊，大爽，唔係大爽啦，即係唱到也下當來。係啊係啊，好，從頭嚟唱，嘉修老師。係。哦，真健康按叫你吼。係。實在講，T10來嘅聲音，唱到暗號我T100看到嘅。哎呦，很穩哦。完全唔會緊張。係啊，唔過遇到練踢到咧，係嘛，上咗都要識嘿，上咗都要識。唔過唱起來吼，我講，我實在講，我感覺講，佢真有危險喎。真危險。真危險喎，真危險。佢真危險。危險嘅兩聲。威脅啊！威脅你們。危險。你看那李彥峰的表情。難講啊。難講，因為哦。佢哋一張T100天天哦，漢白佢呢經驗啊，嘛個吼，見好家。因為講哦，我親手看到講T100來唱歌家嘅咬師很有，嘅意思哦，特技應該愛哪位切哪位邊家幾首歌佢做得清楚。哦，一般講來用唱歌家做得講留幾首歌嘅意思然後感情，切都按清楚。喺T100看到，哎呦，就T100來嘅啦，聲音來講嗬。對對對。所以我是感覺講，佢根本嘅表現是真勁清好，我加住啦嗬。啊，半記得兩曬擦起下。完全唔會講晒。啊，對對對，來看一下佢嘅分數。看一下羅碧霞嘅分數。好嘞。好，91分，要分數要一周的，什麼哈？係啊，哈。那今天達成你的願望了哈。那我們下次再好，正月15嘅時間做得一了。好，下禮拜見。啊，下禮拜也不一定哦，吼。還冇一聽啊，會不會還有 CV 咧？安是誰？好，來做休息。安是誰？唔會緊張就清楚咧。對呀，歡歡喜喜上台唱歌啊！表示可能就接又去到舞台當中演講呀，乜嘅以為冇嗰種經驗，真唔會。可能係。好，不然就正經天生喜歡表演。哇，天生就是一個表演歌手。係啊，哇，太厲害了哈！係啊，好嚟，殺下來。殺落去顧秋婷帶來5一些。對，等啦。写满
师先生，各位拼盘先生好，兩位主持人好，小田姐好，你好。小田姐，其實現在歌他們做一體書呢，有講各自的風格。真的，不如幾個故事，你也寫。對呀，我覺得你選的歌真的都較無共樣誒。係啊，你又唔係選講哦，較傳統嘅，特別他動作同好創嘅嗰種歌誒，又唔係選輕型的啊，你好長型的，你就選得很適合你歌路的東西。真的，佢喜歡的歌嘅啦，佢自己中意嘅歌誒。對啊，你有自己獨特的這個選歌的這個哈方向。邏輯係啊，古時候佢創意嚟搭擺都有佢自己嘅感情故事喺裏邊讀，係冇？厲害呢！這個是跟什麼有關係？是接觸的歌型有關係呀？嘿，就全部凍好糖啦，嘿，凍好糖，凍好糖，凍好糖。我啲凍好糖啊，嘛個歌嘅做凍好糖，跟以前嘅歌嘅做凍適合你啊。哦，是哦。是啊，咩冇嘛？貼書嘅演員，你就會好糖掠條歌嘅啦。對啦，對啦，係啦。好糖甜啊，嘿。係啊，不過只都當好糖啦，嘿。嘟嘟嘅 YouTube 有人點開嚟看，哎呦，真好糖。哦。大數據推薦他的。對啊，沒有，就很多歌啊，你怎麼會對？哎，選到的歌是讀得懂適合你的歌嘅，很奇怪。哦。對，每一個人要找對自己的歌路。係啊，真的有他特別的那個味道出來。是。好，來，創德來。請這位先生。來。好，先生好。好，小田你好。一直以來吼，都按多擺比賽，我知道我飲食係當詩人啲評審特別愛吼。就像羅太哥講嘅，特別先呢個嘅其實本身有當到嘅驚喜，也係講哦。要是果然創業當好堂，嗰時候我喺龍洞都會獻書講吼，其實必須係隻獻歌一檔創業，你獻到唔錯個強，你說好就是覺得好像是挑戰，其實唔適合你嘅話，要蠻挑戰都冇用嚇。如果基本上人數歌曲，其實當適合你，因為你創出嗰種溫柔嘅感覺，一直以來人上線其實很硬講起來，飲食嘅部分，唔過要你啲咧首歌曲地邊度，我聽到人飲食啱地邊度，有一種溫柔嘅感覺。因為你唱歌有時唱歌嘅吼，他可能他鼓蹈技巧啊，他冇按到感情。古所講廿擺唱歌有一種想象，本來你有想象，你譬如講你啲唱歌嘅時間係。當前我看到你還有不有頭髮的個朋友，我就說哇，你好像要把這首歌唱出你自己的秘思，還有那種這種高興的歌曲當中嘅係乜嘢？你要一句句唱清楚，又唔做唔得太硬，我都睇比賽都了下，我知道人每音了處理得當好，以前都當特殊，你要唱到難，古時候講要拖到了擺冇，我知道特幾嘅每音都我知道。處理得當好，該唱都要唱，喺段做一段。唔過有兩種地方，我本人建議，譬如講紀念歌，頭一擺跟聽一擺紀念歌，可能想要唱下句，法國嘅時間，所以個紀念歌要唱清楚，那幾個音節要唱清楚，喺冇唱清楚就會覺得你好像有一啲嘅音冇準，也係講法國戲，我就呢地方改一下啊，所以不係那好。後擺可能。你會繼續下去，我哋希望聽到人唱無腔嘅歌獻，嗬，加油！好，係啊，繼續下去啊，嚟，看一下嘅分數。好，看一下顧秋婷嘅分數。哇，這個是啥？要分數高啊！好，冇問題，繼續留下來。好，謝謝安志生，來做學習。好嘞，沙來係李彥鳳帶來童話意。哎呦，用全部都用童話有關係呢，哈，以為。帶定強強行李，比個都市嘅人群，一種狼煙出身意。自由比呀比，低呀給頭髮歸，空氣中迢迢迷信，愛身邊那還有你的那味道。
数风景，点点风，传来春天的消息。用相机数光阴，离航中，一面面的风景，漫山的童话影，从面红慢慢消离。从谁每走随发卷，转啊转转莫停。漫山的童话影，从面红慢慢消离。让等你共跳舞，用数米成公益。漫山的童话影，风吹雷龙满地，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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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漫山的童话影，从慢慢消离，哈哈哈。每走随发卷，转啊转转莫停。让等夜共跳舞，用数米寸公益。哥刚是7爷8爷了，哎，兄妹挑你了，再挑他。人家在跳华尔兹，华尔兹哦，来，蹦恰恰，好不好？蹦恰恰哦，蹦恰，你再跳一次。这比较适合你啦，他们也要照你的意思去打，好不好？他们现在是老大了，你看。真的，谢谢啊好，下次看有没有更精彩的音乐啊。哎呦，这首歌后堂，不應該講嘅。因為他歌曲很愛，因為那種轉系啦，很愛從細個時候就彈過嘅。從細？就是國小的時候，《淺說客語》這首歌，那麼久啦，佢叫佢把2012的專輯，不是嗎？你係 UNQ 嗎？UNQ 啊，10年了。我記得佢叫嘅呢。真係哦，UNQ 啊。係啦，我記得係從細個時候就彈過嘅。嗰時候跟住想講哇，有條嗰個邊陲時尚，同法醫喺後來能彈過嘅，喺淺說客語一開始有彈過，喺也陳美後來開始表演，開始佢好從 Win 哥嘅歌，想講有種轉型點解其他歌曲彈起來咩清定整清好彈，想講有種轉型，當時他分享本還沒有接觸過客語音樂的聽眾朋友，可以彈講看哪一種轉型，先我彈。古時候你衝出幾種轉型啦，係咪？希望可以都是人講講啦。不過你還蠻適合唱他的歌。係啊，你看銀質有些對，而且你不要，你看剛剛你 key 沒有定得很高，所以它聽起來那個聲音是舒服的。哦，不像你之前那種就好像有點殺雞。沒啦，不是。你衝高音的時間嘅假音、尬音它多了。對，反而覺得調了。哎，我剛聽你唱這首歌，哎。舒服啊，係啊，然後你那個氣音，那個整個厚實感哦，剛剛好。哇，聽起來好，我個人覺得，我不知道。但我們說的都不算數，都要這樣，還是要聽佩書老師藝術欣賞。好，我彈音風從個安道白嗬，我係第一擺彈到呢從帶音咧，真嘅係。就係呢從個嘅本音嘅感覺就會動唱出都很青春，很有活力。然後跟本音你也是有。讓一個身體變化輕鬆，所以感覺得到，其實你有跟着這個巴薩諾瓦的節奏，然後輕輕的做一點搖擺。其實跳肩彈起來，還蠻享受的。對，也很有味道。不過唔係呢啲呢次加重做歌詞啊？唔啲嗬，就會感覺到一般嘅後背啊，就那個節奏開始有一點慌了。你可以歌詞從顛倒嘞。漫山的童話語，從面紅慢慢消離。哇！所以其實雖然說是唱顛倒，可是其實整體聽起來還是很充滿你自己的一個味道。所以我感覺
你体育白糖懂一个带应，我觉得以后可以也许选歌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改变一下之前的一些歌路。好，你有唱错啊？哎呦，点多歌来唱哦，哇，那大宋哎呀，来，先看一下你的分数了。看一下分数，看一下李彦峰的分数。你至少96分，下次记得歌词要背熟啊。好啊，不过留下来冇问题啦。冇问题，好，谢谢。回做休息哈。好嘞，沙嘞。沙嘞，而家羅富聲咩？羅志祥帶來草莓。哎，嚟彈啦。因为亚扎给风格是新的风格，叫 Vogue， 所以他很多摔其实那个很高技巧的。他刚才摔了3次，要给他鼓掌。摔了3次哦，很厉害啊，新伤控。对啊，然后越摔越肿。那不是 Vogue， 那是摔猪了。哦，摔猪了。草莓，哎，佢講翻上應用冇老葱果差很多，哦，條下清甜啊，如果君娜姐好，對，真的進步很多，哎，進步真的進步很多，係啊，女大18變，真嘅，可能咩老佢參加嘅社團有關係，佢那個社團會社的那個社團嗎？我不太確定，不是射擊社啊。不是，是表演藝術社，不是那種見到就射了，見到射。那是你參加的，僅限男性。哎，他是表演藝術的，表演藝術的。表演藝術，對，可以好嘛？個表演藝術的。街舞類或者是偏女團的。沙團，女團哦，像韓女團那種。表演藝術類不是要表演戲啊，要嘛個。對，但是我們學校比較特別，就是在專門在教跳舞。佢嘅係沙團啊。不是他的科系，是社團。OK， 那就是舞蹈社就對了嘛。哎，有些窮人有。哦，那你很會跳舞啊？哎呦，雙一拜衝油跳係冇？哦，雙拜有跳嗎？哦，你雙拜走那個走秀而已。哦，係哦。對。佢冇有他厲害嗎？有啊。哎呦，來下，好冇？可以當
加分题吗？啊，可以当加分。他说什么？他说可以当加分题吗？父母差了，分数送出一。你刚刚有唱错吗？他刚刚有捶了一下。有捶了一下。哎，奇怪，今天为什么大家好来？有什么音乐来？先看你跳舞。哇，厉害有模有样呢。对呀。哎，他的眼神通透，嘟嘟呢。有到位，有到位，很有到。哎呀，哎，蛮灵活的呢。对呀。不然呢？什么意思啊？没有，因为你迪丽那边没有舞蹈老师吗？我知道罗浩源啊。对啊，他刚刚也说哦，很棒，很棒，很棒哈。来，所以浩源老师他觉得他不甘心。他跟你尬要一起跳是不是？对。好演了，好演了。来，老师来了。英国人不会样样都等他冲狗了哈。他觉得怎么可以让你这么嚣张呢？对不对？好了，来，刚刚那个音乐来。要跳他跳吗？好了，老师，好了，我知道你很厉害，因为你等一下要唱歌呢。很大要冲狗嘞，你不要现在体力用掉50，好不好？哇，他好有力道哦，让我惊艳呢。嘿啊，他这不是女团，他真是训练有素的男团。亚扎给风格是新的风格，叫 Vogue， 所以他很多摔其实那个很高技巧的。他刚才摔了3次，要给他们。摔了3次哦，多厉害啊！欣赏共然后越摔越肿。那不是 Vogue，那是摔出肉。摔出肉啊！我是说越摔越肿啊。对，没啦，他本来就那么没有。对。厉害。对，先回做休息。对。哇，因为他休息，因为等下比都冲过哎。对啊，本期可以他喘一下哦。哎，那我们就要请。那个讲他跳舞没有第2把交椅的了哈，哎，他给填第1把交椅的跳舞的老师，易慧。哎呦，真的吗？你还冲狗了，易慧跟女团那个舞跳得多好。没啦，我刚刚真的是有惊艳到，真的对，真的很难，真的。对，那今天呢，我觉得俺嘿 T 拜堂你冲狗，嘿，对，俺堂东你嘅音色，真嘅然后共发嘅时间冇空用，对。可能2条口味就关。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哦，他讲话共鸣跟唱歌某共用。但是我觉得给个嗓很适合廖树狗 Q， 对，就是那种甜甜的。然后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小可惜的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今天有点紧张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一点小辣菜一点。比如说有一段要进那个臭美那边要进的时候，有点小没有进到拍子这样。对，然后有一些高音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唱到这样。对，但我干过，因为你跳舞给你，对，我干过可以，如果你可以把你跳舞的自信放到歌唱上面更多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对，你会克服你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子会一体成型的。表演完成这样子，对，好，继续加油。对。好，对，看一下这个分数。看一下罗子晴的分数。还好。哇。以后你们小心一点啊，不要一直掉词在跌破啊呢。对啊，跌破又冇可听啊用啊，自家底抽唔抽就开始紧张。好不好？加油！好，加油 ！OK， 好，下礼拜要注意哦。好，OK， 好，回收休息。沙雷罗浩演带瑞士龅牙。来，躺好了。
就像给我怕累，就那么湿哒哒。有时太离爬山嘅雪才麻木扎头，theo朋友共下來去告白江水，你下到馬來共下到鬧嘢，說講啦嘅馬就條心流零路途，你條用下啦，對我強又冇法度。天公觀眾我，我老爺公打嘴鼓。做嘅啲嘢從個成嘅啲嘢跳舞，弘揚從老嘅照亮全部開路。你躺下阿公做的風電泡茶，是包呀阿妹看你走下，冇看其他，嘢公公成嘅呀，不都翻起老跳，笑哈哈。晒了一下珠，陪你就像給我跑累，就那麼濕哒哒。有時睇你爬山嘅雪在麻木塔台，theo朋友共下來以後把高水，你下個馬來共下到鬧嘢，如果那點馬就條心流零路途，你條用下啦，對我共有冇法度。天公觀眾我，老爺公打嘴鼓，做嘅啲嘢從個成嘅啲嘢跳舞，弘揚從老嘅照亮全部開路。你躺下阿公做的風電泡茶，是包呀阿妹喊你走下，冇喊其他，你公公成嘅呀，不都關起老跳，笑哈哈。天公觀眾我，老爺公打嘴鼓，做嘅啲嘢從個成嘅啲嘢跳舞，弘揚從老嘅照亮全部開路。你躺下阿公做點風電泡茶，是包呀阿妹喊你走下，冇看其他，你公公成嘅呀，不都翻起老跳，笑哈哈。老师好，可以把宽度。看他跳完以后，我真的要尊敬。第一次看到比四位老师还活泼的是龅牙，满场飞。真的哎，真的哦。我跟你讲，这到花莲、台东地区哦，这是龅牙，你那原住民朋友真的很好玩，真的，就是家里前面就2桌，嘿，一桌男生。一桌女生就那边喝酒聊天打屁这样，你就觉得哇，这个日子过得好惬意，好开心的。注意那种感觉啊！我很感谢刚刚前面有暖身，真的哦，有差的，有啦。那下个礼拜就你在后面伴舞好不好？对，开起来充个时间，你就在后面跳。我回去带道具好。变魔术。唱歌之前暖个身，这个是有差，有差，一定有差。走。那今天为什么要带来这首歌？应该说这首歌也练了很久。对。然后我之前一直在请教，还请教那个世慧老师。都在要咋个歌曲的歌词用板冲啊。因为我在 KKBOX 听的时候，它有些词，因为它的那个混音好像很杂，所以有些音都听不大清楚。包含连总班，我有请教那个。我们老布音啊，对，因为崇拜有从是龅牙嘛，我就稍微请教他，就做了很多功课。所以你意思是说那个老师的师弟欣赏，他那个录音录得不好，就对了。可能是你手机的问题啊。我想应该是我耳机的问题。耳机跟手机的问题啊。对啊，应该不会啊。现在录音品质一定都很好。不会啦，连台气嘎有拿到补助都不错。
有啦，是才吧。对，不过真的蛮厉害，蛮厉害。这首歌可是听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我听起来。那唐艺人有没有某吗？通常都是嘉修老师有问题。现在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今天可能比较严一点。他很严格，真的很严格。不过老实讲，我是觉得说，给大家出国会哈，不管唱跳各方面都还蛮好的，尤其很多那个后来的发挥的那个地方哦，都比原唱的感觉还要活泼，然后 range 更宽。但是一开始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可以是刚刚你冲国，你大家出国会就可以是哦，像我跟哲伟老师在研究。廖树国其实它的原意是讲话一样的东西，它是一个聊天的东西。你头塞了句哈猪，然后 for body， 然后你那个 for 你就没有唱好了。你不要，你一开始因为你要跳过舞了以后，你的节奏感很强，所以变成你长司机，每个字你都是用力去推它。那讲起来就它归宿国整个句子它没有起伏了。就我们讲话就你头塞了句哈猪，它有一个起伏嘛。那对你来讲说，你得再了解哈猪，然后什么，鬼他唐艺的感觉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那大爽了，我意思讲，你是倾出的、倾用心，所有一切你全部今天通通给他丢下去了。可是丢下去的结果就是后面那一段随便你发挥那一段，你从头前后就是自然的、很自然的把歌曲的后半段发挥起来。不过你调前，在酝酿情绪、共发。去说服别人说要吃饱啦，嘿，你不是中午起床在赛跑，要感情是某空吃饱啦，噶有一个酝酿时间吃饱啦，然后情绪那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恩勇把你再把那个气氛再带起来。这首歌，我的解读是一个吃饱啦，有一个很放松的感觉，以后再慢慢把情绪再带起来，然后再带到那个时候。什么泡茶啦，什么这个，然后抹寒气战，它是有一个酝酿的过程的。不过对你来讲，你就冲去了亚述国，俺唐去了是抹20感觉了。不过这是个解读的问题啦，所以并没有说特别的扣你分数。俺主要是想向我讲，上哈，我冲国跟你要表演歌曲的时候，你要了解歌的来龙去脉哈。那你有去问过思维老师？可能思维老师没有跟你讲这一段，就是他要的感觉是这样子，那你没有把它做出来，这个是有点可惜，好不好？什么先生？这个我看他唱歌是很认真，但是他有点太过认真。有像是强松的狗味，就是要在那个情绪里面，好度过后就好。对，中庸之道。好来看一下几个分数。先有请你俩个请过分，邱庭记。邱庭记啊，哎呀，现在不是燕峰啊。今天居然不是燕峰了呢。我都忘了呢。哎呦，你就看他的歌，罗浩演个分数。公用了是哪年？公子，快到叔啊！个只几多10、天天按两个都紧张嘞。对啊，椰树椰含啲擦椰。含会擦咯，含会擦啊，很紧张哦。讲对唱歌。做一样嘅超慢，超慢吧，超慢。唐共亲友好。对。你还拜安永主持怎么样？跑跑跑，向前跑，哒啦哒哒哒哒。哇，好活泼，好活泼！你的声音哦。安永就看他的歌，罗浩演嘅分数。好，97分，恭喜浩演，避免成功。3冠，恭喜罗浩演。28岁，介绍一下哈。也係 V 面咋？送2禮拜內天就國踢。
哎，里边免疫管来用过来，贵人机，哎，你们贵两只真的技术 boss 啊，哎呀，加油啦，加油！吃到清有实力啦。系咪按强哦？按叫无来踢100来就屯上门人国嘅啦。你是当客对嘛哈？你冇知要当客嘛？你冇知？唔係啊！哈。你哦，也拿准了。拿准了，你手摸着良心说，你有没有很气？平常心的。他说没有啦，平常心。但他就敌了啦，等一下就知道有没有平常心啦。再加油把它拿回来，好不好？好，来，啊，你介绍安尼美泰的评审先生。哦，来。魏生炯先生，李秋华先生，曾敏竹先生，吴春玲先生。好了，马上进行级别比赛。哎，今日有新的朋友来咯，来自法脸书房河山妹带来三个字。疼我啦。还有三妹子呀，打扮那是啊脸啊真啊真是脸啊，打扮那后三妹，打扮那后三妹，打扮三妹，三妹过新年梦啊，哎呦呦，对哟，厉害，俩歌词你记得？对没？对呀，紧张啊！你嗓真的懂。配到叔叔嘅。咩来个假拜咧？踢叫冇来咧哈。新年了。新年冇来咧哈。疫情过都冇来。哦，新年前比到用来参的，系啊，比到用办，新年前要来比过。就替拜来。冲到上3楼就跌下来，3樓跌下來。天一拜來上4樓就跌下來，4樓又跌下來。個樓兩跌1樓咧，兩1樓就跌下來，跌下來佢跌到地下5樓咧。你要到停車場去了，直接可以開車回家。公尺，派到叔啊，嗰隻幾多隻4天按兩個。都緊張咧，對啊，牙樹牙含啲擦牙，含會擦咯，含會擦啊，含緊張哦，你本身樹會擦，唔係哦，係人也緊張，唔係要人就會按人，哦，係人都按了會準啊，打爽了，對，加上銀子真係很好，衝得很好，係啊，哎呀，是打爽的，真的，哎呀，唔怕啦，本先生公平一下，係啦，好，係啦，像魏先生。魏先生來，咱是花蓮小鳳女嘅三妹姐哈，一最重要部分，我講啦哈，是講對咱三個我先來建議一下，三個嘅歌係兩相時，唔好個三個，啊三個，嗰個最尾嘅前緣，唔係錢啦哈，
俺个让你建议哈，汉摆因为咧三个字啊，我唱来讲，我托介三个字来唱，对你三个字的专项专员将会好好唱。你提的四只字全部强调音准哈，火、火、做、摸，全部是欧字音嘛哈。俺个最尾句第四句，爱是千元少么？该全部的三项词哦，很会接了。你唱三个字，该全部用唱出来，对你的专业方面是有好实力啦，了有改前来嗰种嘅功力这样子的。因为上也好，三个人啊，一讲，唯一的遗憾，讲最大嘅嗰种嘅贵注意冇注意嘅天意，该嗰三个字是唔做那去的哦，唔记得强讲。所以你这个方面来些是讲，当紧张，也冇问题啦，因为思考的东西，他这个全部要难免，有机会，加强练习，找高度上来。早上5六6六7六里啊，省事呗，好不好？新梦西站，新梦西站，是管的。哎呀，是的，是管的呀。对，可能当到观众朋友讲个风凉话，哈，因为歌词唔记得，哈，因为你害的，冇人来比考啦。自家打电话来，人叫666其他人6六，报名来比赛啊，就抵紧张啊，真的，系啊。我都输，系啊。唔按先看一下分数，开始讲真的冇办法，喊110个来拼啊咧，系啊，好嘛，哈，对，好来看一下，好，3毛一个分数。新梦先生，对啦，哎呀，88分，是啦，给你发啦，好不好？好，一路发哈，安子 C 哈，先在一边打手哈，那个大送哈，真的冲得进梦呢。这比赛做啊，你会紧张啊！冇办法，蒙死大忌啊！按放门节时间啊，还捞到几个帕金斯症的，我输啊！哎，你加油嘅比赛参赛朋友都不让用出。系咪？个数差多少年个？哦，冇按紧张啦，哈！哎呀，好，轻松来冲过。撒下来哈！撒落去5色梅带来平板。来。哎呦，你这蛮感动的啊！对啊，紧张，我传染这样子，我车人的奇怪哈。系啊，如果你按叫咧，还按紧张的嘛？对啊，要唱安尼。面容世界，面对面容世界。哦，要唱安那个疫情用的要车人啊，奇怪啊，用安尼哈。啊，还好，加
唔記得變較多。其實自家講出來。所以唔是笑，唔是笑，係啊，應該要留下來嘅呢啦，嚇。記憶啦，係啊，嚇。講到位較輕鬆。較輕鬆，較輕鬆，係啦，緩和心情，緩和心情。前一層的去日本了，係啊。哎呦，去日本啦，安好。最近1多年前的事。哦，1多年前啊，出世哦。出外孫，哎呦，去日本了。孫嘅係雙胞胎啊。哎呀，雙胞卵啊，哎呀，雙胞咯。出去日本了，結果去第四代老爺地府了，了當好哦，當跳哦。結果看好了後，我來去買東西，佢就冇愛了。又冇愛。又冇愛做嘛？佢要看下價錢。哎呦，佢要看價錢講，哦，2萬多錢嘞，都是。1000多塊，1萬多塊。冇同佢講阿婆有錢啊。沒係啊嚇，阿婆有錢講啊。反正喜歡阿婆買給你，對冇？係啊。結果佢要買冇？結果佢唔買。唔買哦。結果佢都唔買。哎呦，他向我講，最起碼要買啲東西再本部卡。結果佢買嘛，買一個刮鬍刀不給爸。刮鬍刀？對啊，買一個刮鬍刀。刮鬍刀跟日本買唔行啊貴咩？咩？嗰個換算下來日本錢幾多錢？日本錢咯。係啊。冇去算嘢，唔記得啦，唔知佢哋幾多錢。應該一隻嘅刮鬍刀幾萬條吧？記下錢台幣啦。啊，台幣我啦，跟1:3點多嘅話，跟住換算一兩萬個膠日幣。係啊，差唔多。這個按多錢？按多錢？跟日孫誒冇去韓國。韓國佢看到佢話，哎哦，行啊貴，係真係，隨便都夾翻。這1:42啊！哎呀，我一擺去韓國啦，個濟州島去表演結束哦，歸團咧就一個濟州島有賭場嘛，賭場啊就那個夢高啊，大家就看哦，就看小賭一下，小賭怡情，結果哦，因為大家氣勢很強，你看你高，我那一天贏了多少錢啊？多少？700多萬。700多萬韓幣，係嘛？算一輪幾多錢？韓幣，也不錯，20幾萬。哎呀，有沒有青島呢？不錯啊，對啊。像泰拉斯東西嗎？哦，花了30幾萬。對。哦，那你沒有去印尼？印尼，1比300多，係嘛？真的哈，去那邊千萬百萬富翁。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去印尼啊，哦，那就帶我去的那個接洽我們的人，他就想，哎，我沒有印尼幣怎麼辦？他說你們要去逛街，那我身上有一些錢，我拿給你。哦，一拿10-20萬給我。哦，我說不用那麼多吧，10-20萬。哎，想一想換算一下，才幾千塊。哎呀，算了。哦，太貴了，不可以買。哎呀，孫親友好呢，佢冇買自家東西，還買幫爸爸呢。對啊，好孝順。唔買。來，從水嚟唱，秋下欣賞。好。香港都錢冇做出金嘅嚇。係啊。嗰度係啊，啊金吼，安尼雪梅子金去做個衫褲是金啊。啊金，我剛唐一創個葉衫啊，是動態衫。啊，唔過我表情就冇你按強爽吼，見款啲啊嚇，款有金嘅好顏嘛，啊強爽嚇，唱歌爽對強爽，上人唔是我表爽，唔好按你唱到後尾，哦，你了解啊三妹子啊講到，啊哈，冇咧，真嘅嚇，親大爽嚇，兩下都講到。嗰時唔記得係咪切個青菜丟啦，喺面頂丟埋個東西啦嗬。丟嘅係冇挑款難度啊！啊，這個兩樣世界二世界唔知乜嘅東西嘅唔知啦嗬。萬年前嘅咩糖唔是充滿嘅東西，所以你根本你就定你這個是電麻嚟啦。哎呦！啊，大爽啦！家看你都個化妝師，按坐咧按點，我就同你有講有說，你說按當緊裝坐咧度嘅，其實唔是按緊裝。強爽，我什麼去電馬叫咩當條小時時嗰度嘅嗬？看到唔見見眾吧？我呀，我平時先生咩當強爽面對大家，為了大家花蓮郎嘅，唔會啦，唔會諗掉按當，哦，所以上台唱歌就強爽，冇講掉啦。其實我哋上台有什麼為咗表現咩緊張，其實咧將緊張嘅心情表下來，就會更加好嘅表現，加油！好，先生，鍾先生，來看下嘅分數。好，看一下5000玫瑰分數。好。鍾先生，48分。係啊，阿勇。
可能全部留下来啊！很难讲，两个好朋友，来。係啊，2V88分嘅，哦，要記啲哦。係啊，好，沙來。沙來一天叫帶來羅神歌。嚟彈㗎啦。花蓮福來嗬，係。福來3集哦。叫咩福來3集？係啊。那係花蓮人。什麼字啊？什麼字啊？花蓮人啊？係啊，書房啊。書房啊。花蓮書房。哦，書房。我係要彩嘛。書房。哦，加要幾少下？啊，排泄。哦，花蓮人。花蓮哦，都會唱歌。哦，真係哈。應該係要保養嘅關係，要運通啊，希望。唔通要運通。要運通嚇。要啊，花蓮人啲咩鐵粉嘛嚇。誒，我現在都情願。係咪啊？要揢柴啊。揢柴啊，屋卡要發嗬，就做種菜種物嘅運通啊，你啊，係啊。你還要做其他運通嗎？要哦，係要做太極拳呀的。太極拳。你要做一樣嘅超慢跑。超慢跑，超慢跑，對，就日本的超慢跑，不是葉子老師，葉子的沒有，日本先傳的，哦是哦，傳來的超慢跑，不曉得怎麼跑？就這樣跑，原地跑，用蠻這樣，就是原地，就是這樣而已，就是這樣而已，其實也沒什麼，就是這樣，對，就會按鈕，這要做的超慢跑，現在日本非常流行，是哦，就這樣就。對，不可以停了又重來。哦，真的哦。他用咗之後結叫。你可以是做的，比如講身體的狀況嘛，你做寫10分鐘嘛。10分鐘，懂叫呢？可是因為凡事都是要從做，要開始，你就會有成功的機會。不然不要開始。對，啊，你開始你可能，比如說，你一開始就5分鐘，沒好啊。哦，聽你也是變10分鐘。哎，你還把按用主持做的嗎？跑跑跑，向前跑，噠啦滴噠噠啦噠。哇，好活潑，好活潑！哎，你的聲音哦。那我們評審也要跑嗎？啊，要跑。你調按用睇下嚟講，記得他閃到腰，還好吧？還好。會，還好。聲音。韓國以前有學潮水嘅咩？哦，潮水哦。做啦，你還冇咧？以前較有上架有。哦，對。打麻將啦，潮水。狗爬式啊，係嘛？自由式。不是。蛙式哦，蛙式我要學自由式都學不會，都學唔會。打麻將當然是蛙式啊，你自由式你要怎麼去打？學唔會，硬學都學唔會。太 Q 就好了呀，他自己會浮起來。是哦，水母漂，對嗎？
你有没有试过？你在？我会自由式啊。哦，真的啊？对啊。你应该一上去就是浮在上面。对，我就是浮这样，仰视我就自己在池里飘来飘去。好好哦。怎么样？真的。就算是大象，它也很会在水里玩呢。好啦，出水清后，对，全身都有运动到。年纪较大的无。太好，对，也是超慢跑，很好啊。没清后啊，行路没清后啊，还冇吼。对，反正有桶就好了。好，来慢饮了。民族欣赏。好嘞。好，聽叫我小姊阿姊人吼，阿姊人吼。今日唱歌呢，平常心啊，看你咧心。有下天呢，嗬，但是呢有一點傷嘅小可啥啦，咁唔會讓響到動態啦，嗬，主要呢唱嘅歌詞咬字有章，潤做到講，按出好咧，嗬，主要係表強鬆，按分數讓做得拿到下歌，還係要加住喎，謝謝。好，安子姐，等下哈，來，看一下分數咯，哈，看一下一天叫嘅分數。一聽就叫做呢個，差唔多嗬，係啊。基本嘅。那個歌詞唔記得一下，一啥老師都扣一分，就4分的，就88嘅。係啊，好，所以好，來安子先。安子先，上天對字。所以比賽就係咁樣，嗬。一啲歌詞呢唔記得，我一下就。唱司機歌詞啊，你記唔記得就清楚咧。司機也難配哦。嚇，唔係建中嘅關係。建中哦。你有陣時建中嘅時節設計一個咩我唔記得。嗰是衝向多誒。唔係啊，你可能係啦，你突然腦霧了這樣。真的，我自己連茫茫告情機這個歌。真的，杭州的台下的朋友，杭州唔得咧，望見會衝咧，幾好嘅望見會衝咧，大家以為間奏這樣。好嘞。沙雷，請你摸一大雷3個字。彈過來。跟他唱下一下。歸蘭記。對啊。對啊。這下禮拜2人唔來哈。哦喲，實力的。所以你覺得你的實力不會輸他？不會。啊。對，他跟你嗆下咯。唱得好，係嘛？感冒好了，好了，感冒好了，好8成了。聲優較強哦，有懂穩，誒高音乜嘅係嗰種很到點，韻味又多，真的。給人兩啥講，欣賞無可聽啊，所以送你們懂係啊，我100就同人必須有素有養。
真的哈。但是已经草案到礼拜又变国起来，同意。有小小的细的遗憾呐，失落感，还有失落感呐。嘿呐，啊，个抽松衣就好了。对呀，所以你下礼拜有心情吗？有啊。好，跟他呛下一下。归兰记。对呀。对呀。这下礼拜二了，你来了。哎呦！来，你要怎么回复他？来。因为唱歌是快樂嘅嗬，他嘅比賽有輸有贏，希望他早點拿獎去。放馬過來，我幫你回答。你那麼客氣，你說虎怕虎，對不對？烏龜霸鐵錘，對不對？實力最重要，有實力最重要。所以你覺得你的實力不會輸他？啊，不會。啊，對不對？他跟你嗆瞎咯。對啊，對不對？放馬過來嘛。烏龜怕鐵錘，對不對？蟑螂怕拖鞋。OK。好啦，好，衝順。來，對，唱你嘅傳令欣賞。叫咩嘅音樂節啊？嗬，佢唱喺高溫行，見同佢彈，係冇簽到架嘅缺點同內位嘅。架嘅溫氣嘅味素，行個頭氣嘅味素啦，嗬，做當正確。嚇，所以呢，嗬，佢呢點啦，嗬，我感覺到伊正確嘅一種嘅唱法安尼啦。係個這個嘅富貴嘅貴啦，我建議個可以較強一些咧安尼，其他冇乜嘅缺點咧。網友安尼啦，嗬。謝謝。嘿，嚇，改成咯。哎呦，謝謝。不才咁多。這個算那裡是主屋啦，這邊算是這個旁邊的草原這樣，草原，大家就想要進入到那個主屋裡面，好，看咗的嘅每抽上去，好，看下分數，看下陳燕梅嘅分數。97分，盲迪哦，94分某一天哦。不過算不差吧？不差，但是某一天。不過桂蘭姐嘅實力咪清好呢。清強，好。不過你基本表現咪清好。對，謝謝。那你先回座休息，好不好？好，好好的跟他嗆一下啊！我們主持人為什麼一直要挑撥離間？比賽就會真的，這個才有觀眾才會，哎呀，真的才會有那種強強相決的感覺。攏用輪用氣啊，哎唔怕，你用噴啊！觀眾係，你這個面目，面目嘅富態啊！係啊，已經有蠻好看的。比賽就會他個就會拿出自己的標啊，對嘛哈？真的哈。但時代哈，現在開始不要笑，時代有冇功法？沒有啦，時代啊，大家都好朋友。就比賽就是有輸有贏，但是在舞台上就會有嗰種飆嘅那種感覺。要有競爭性。對。好，殺下來。殺落去 V 面咋用桂蘭帶來平白。彈過啦。
记哈。哇，真的，双礼拜呢，这转了啊，你马上就是说。进主屋了，应该懂翻译哈。手重肉筋，哎呦，哦，用啊呢，哦，有压力嘛？有哦，有哦。因为接高较严酷的考验哈。哦，开始来挑战。还包含动到高数哦。系啊，然后挑战起噶。唔单止先从高数哦，还有还包慢慢的引入落 MTA。那叫我读到咧，哦，真的因为动高的，动厉害。系啊，所以七家没爱。加强努力啊，要努力加强。哦，真的对。哦，你还实力清后嘞啦。所以你现在目前最大的假想敌就会让你念墨记哈。目前咧清国服迄念墨记。错啦哈。哦，今日唱都不差。系啊，不差。好啊，他实力好啊。好啊哈。系啊，所以跟咱嚟安尼来啊比赛一摆啊，咁迄卖亲戚朋友啊，对不对？还唔则个做在比啊？佮先生讲，你应该过去哪个大擂台，过去冲一摆。过来比。我讲按道势咁好，就好啦，去啦。你道势。所以有上嘅好。先冇知啫，之类比嘅。真嘅要衰输嘅吼。考冲过怎会见到见天空嘛？因为因为冲过嘅本来感觉到真快乐。快乐。我是爱好冲过，好跳舞。所以两次冇冲腰。嘿，不重要，就是喜欢唱。你说的。真的哈，名次不重要，一个抹冲腰了哈，好了哈，哎呀，我就谈欣赏了呀哈，好来，好来，强军欣赏。让贵咱两时也系只战将的唱将啦哈，今日唱了小品版，不管我是汉腔族人、古代人、希腊人，都全部谈都是非常的有人哈。当然，你目前的擂台组嘛，能够有来系列，希望能够继续找个错下去啦哈，为大家来展现一下哈。是。哎呦，我比出错啊，伊个意思很用版。哎呦，唔对哦，会先抢那个烟幕机了，烟幕机了都不懂。好了，看分数哦。好，君子之争，好不好？好，准备好嘞，也就看一下，到底安尼啊，美面炸桂兰子有办法抽上美面炸鲍鱼嘛？哈，看一下用桂兰嘅分数。西汉大夫咁样飞书，也伴随茫茫。我有去参加一个黄蝶季，主办单位伊就结束嘅就同来讲啊，送拜来谈诶，那位大姐，中国嘅一个大姐，伊就同业公司讲啊，做得捐款本家嘅发支持了的发展。哦，就因为你，所以他就捐款。对，就有一个因为这首歌，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很美好的连接。哎，这位大姐，你快来听听我的歌。你要先让她感动一下，感动一下。可以哈，用归两个分数。哎呦，哎呦，2分就会先抢你个归来机，抢死抽上去。哦，所以就磨两次，磨金点，就这个哈。好，强用一关。嘿，强用一关，唔过做得抢死抽到你个避免在保卫。下礼拜10个里边啊。好，好嘞，也是抢你归兰机抽中避免在保卫啊。来，归兰机有抢。好，所以下礼拜毛 V 面罩，毛 V 面罩，不过有2 V 平大分的啦，2 V 88分的，三枚子还有你嘅小枚子，所以也都难题哈，来讨论一下，难题就抢欣赏的讨论一下，2 V 88分，我把那1 V 留下来，继续参加比赛，好像有结论了呢，抢位欣赏，好嘞，今日那些比赛啊，当桥也是。伊河南二号呢，2位诶，全部诶个故事诶方面唔记得啦吼。我哋也用新闻诶多少来结论，经过我哋思维品审，共同研讨诶结果呢，由我哋宣布，花莲小凤诶后3枚50能够
留下来啊，三妹子哦，哎呦，就恭喜三妹子咯！恭喜三妹子哈，安尼三妹子拍摄哦，啊，拍摄拍摄，还一百张来了啦哦，哎呦，就恭喜你个后三妹子哦，恭喜哈，哎，这个继续留下来，要大家辛苦的评审欣赏了，谢谢欣赏，按子说，我们看下一团的精彩嘅节目，好，听下来看。闹热音乐会，啊，今日安尼啊，闹热音乐会啊，邀请到一位创作书的歌手，迄来自安尼好山好水、好风光的米农，一个创作歌手，总算来咧，总算来，嘿，佢要得到青岛奖哦，原创音乐大赛嘅首奖，哇哦，还有呢位T26嘅金曲奖嘅钻石，还有演唱，26届也已經34屆嘛，嘿，34屆去咧，這7、8年前的事情，差唔多。哇，個按久冇看到佢啊，對啊，格唐傑唱歌，嘿，根本係發行過了4年咧，吼，4年嘅時間，5年嘅時間發行新嘅專輯，新嘅專輯，按先的唐傑好好唱一條歌，等好了訪問佢啊咧，哦，歡迎一位，歡迎王美克，來，彈個啦。雷春意，落雨天，异乡调的味，阵阵意，落雨天，将看不到面，山了下一沙。看你就在老硬，來呀窮下你比好嘛，就愛木馬，來呀窮下這比好嘛，各位業呀。夢戲，天無影，牽馬難跳戲，北風台，風雨台，葉也是愛愛，山了下一剎。帶野故事同化，來呀窮下你比好嘛，從殘唔怕，來呀窮下這比好嘛，愛天公的呀。同心的，來呀，窮下這比好嘛，啉hết愛來的，有幾樣來的。
利用的糖水有一些木竹是不是给感觉？是特别有点眼光石，特别感通人的感觉，哎呀，哎，这虽然讲一把吉他，一个嗓音那种，这淡淡的、清清凉凉的这样子，清清对啊，是有凉风是不是？哎，怎样？你觉得肩膀也重重的吗？对，然后后面还有背后灵的感觉。哦，哎，无啦，真真感通呢，好感动哦，重酸来咧吼。之前冇来过吗？之前有来，有新旧的，你讲新旧冇来，幾眼人嘅，幾眼人啫。藝模線咧作品唔敢來啦。怕唔做來啊？對啊，我們這麼隨便的單位，冇啦，冇隨便，沒有隨便邀請的，真的。對，這個單元是真的沒有隨便邀請，特別有請，一定是有出專輯，也沒有啦，沒咁講，就是有出專輯，或者是有特別的貢獻。有特別的表現，啲人客家嘅啦，或者要紀念的時候，冇啦，講笑啦，講實在話，非常喜歡佢嘅兩種專輯，青島朋友聽過佢兩種專輯都同我講，就是像我剛剛說那種感覺，他們都會眼眶濕，都會流眼淚，這樣子，就是都會濕掉，眼睛。啊，真的，對，這是去年出的嘛？去年代，去年代，啊，有送金曲獎嘛？可能中間啲，我冇送到咁。有才送錯地方了，他可能送到外交部去了，沒有送到文化部。唔怕，因為作品就係對藝人創作人嚟講，係有朋友聽嘅，會感動，也有喜歡，會觸動。講出自家嘅故事咧，也最重要嘅。有人接到咧。但是迄假使講要輸到金曲獎嘅嗰種認聽嘅話，佢行啊冇重要啊。係啊，係啊，就繼續上網達標。不過做專輯正經係為到金曲獎啦。也不能這樣講哦。真的啦。對啊。這個等下我們下台都打個架再來確定一下。對，不是，我以前認為就是說，唱片賣得好就好，有很多人傳唱，有很多人聽到之後，但是沒有，因為現在平台太多了。有時候我們創作歌手很用心的做出一些好的東西，問題是因為平台太多，所以大家抹糖唔到啊。迄隻機比平台自家看到。但是那個是迄有入圍到金曲獎的話，佢大家會比較專注在注意。對，沒錯。是啊。係啊，後來其實有兩種專輯。係啊，做嘛很多木馬，係咪個意思？木馬嗬，喺藝人南部一個講法啦，就講清唱安尼臨暗過後，我入夜以前，安尼天快傍晚，然後天要真的要快暗掉的那個時候，屯霧啦，屯霧，就係相同嘅意思，係呢，係木馬，係木馬，就係呢，人南部上講木馬，會講木馬嘛，會講屯霧。哦，屯霧嗌到北部會講，木馬係鐵白糖多呢。係啊，鐵白糖多。哦，原來係這個意思哦。哦，還蠻美的。係啊，古時有一種有點朦朧的感覺，那種魔幻時刻。眼睛木馬。錯，我看唔到嘅，安尼意思啦。哎呦，那個很有那個意境啊。古時有一種一個主要想要表達的，就係講啊，每一個人可能會有一個一段時間會心情吼，會高有低，啊像迄個低嘅時間就像啲烏暗。就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時候。人生會有高低潮嘅時間。故所以一種專輯其實就係想去大家來本大家來討論吼啲嘅個大嘅時間深度知道個烏暗嘅時間吼，嘛唔是講吼，然後就天的點吼，會有天光嘅時間安尼。就一定就是很多人碰到一些事情，就好像覺得哇，整個世界快消滅了一樣，對啊。對。其實你是如果是努力的認真再繼續往前走的話，你一定會苦盡甘來的。其實黑啦，因為如果你就是照自然界的邏輯的話，對啊，烏暗過後就會天光。對啊，你沒有經過黑暗，你哪知道光明的可貴？對不對？那大牛哥剛剛講的這個，其實就是我在這一張專輯的這個名稱哈，其實有按你形容的意思，就講啊木馬哈，就會藝人啲天愛霧以前已經感覺到吃到看唔到嘅，啊不過其實。幾時節含前最霧，
吼啊，上位朋友睇咧就會講啊，第幾個時間吼，我能第心情個大嘅時間，吼，會知道啊，這個世界末日，他們歌其實一個當下的感覺而已，可以當歌唱，嘿啊。做得在電台一下，吼，我點睛一下，就歌誒，對，很多人就熬不過去，那熬不過去，可能他就有一些負面的想法。熬不過去就來躺一下，那夢嘛，對嗎？還有天光三部曲呢，對嗎？同前兩種專輯，何為天光三部曲？慢慢就會天亮天光了。那再帶來一首歌，《安後堂》。接下來帶來一條，我都喊喊哎呦，就是那個鹹魚嗎？喊對哦，感覺翻身嘍，像我這條鹹魚翻身了一樣。沒有，你哪是鹹魚啊？你是皇帝魚吧？皇帝，我來彈一條喊來。彈快啦！玉潭解是人，真言冇些唔拉冚，條架泡茶，再多一時甜，公公加班米包嘛，你呀三忙。天色生長，無主無暗，無眠時間，本能一場，就來打拼，三更半夜有馬好強，有馬好強。心就路啊踢球，是含大夫感染飛速，夜班水默默黑天滿邊，流也黑錢，汗呢給出火啦第一點，剛愛色莫弄黑。三忙，天色生長，無主無暗，夢眠時間，本能一場，就來打拼，三更半夜有馬好強，有馬好強。心就路啊踢球，是含大夫感染飛速，夜班水默默在台裏邊，哦吼，夜班有殘落體加面，剛愛色莫弄黑。上早嘅面。上早見面，年年趕路去；夢早見面，夢早見面，上腳唔好停。愛早見面，愛早見面，加碼全變形。愛早見面，愛早見面，長啊唔聰明，愛在聰明樣容易。唔當來去點紅點咪咪，一筆忘過一筆，天公做工，發條的一面。一片
冲狗的气场好强啊！他没有停声之前，我们都赶进来。真的。对啊，你们美容人怎么都那么厉害啊？对啊，你要暗腔啊！你看他出了多少的这个创作音乐人？李天，还有罗玉，哦，还有菊妹，海军也是，对啊，哦，很优秀呢，很优秀，还出了很多博士呢。很厉害呢，博士满街走，满街都在美容，硕士多如狗，不是，可能那边水质比较好，水质比较好，是这样子吗？很干低。没有，我是上次看一本，原来人聪不聪明是喝水的关系，有可能啊，没有可能，跟那个中正湖，对啊，那个水人字山，有吗？你都有去哦，多喝点，多喝点，有医疗啦，面趴板又好色，对吗？同一腔用大条狗的底部都会。C B， 所以每一首歌里面都喝一杯，有一牙跳啦，哦，啉一杯，几杯杯，几杯啊，啉一杯啊，好啉酒哈。嘿，阿童，我帮你回答。难怪天气啊，天气。难怪你会选咸鱼，因为啉酒批得会含。下酒菜那种。T P 好棒。对啊，你是俩意思吗 ？T P 好棒，真的吗？牙跳歌的最味就安尼，我讲来。音乐和无限，工作无限，迄个就来啉一下，蹦一下一条咸鱼安尼，蹦酒啦，歇困的时间啦，下酒菜安尼。天公的事情，天公一张来讲。做了冒昧摸一下，要唱高呀，你目前乜个工作？就全职做音乐啊！哦，真的？系啊！哦，音乐嘅表演啊，创作。没有做自重音啊，自重音。同样你的陈明珠啊，客家妹陈明珠做客家漂亮妹啊，有出的 EP 啊，有天数的，你知道？哦，有心人士。他能出专啊？不是？可以啊，可以。哎，慢点。在哪一种本大牛歌？某堂歌听听呢，一张而已哦。就一首歌。听者有份吗？当然。哦，那大概有接触一些表演嘛，哈。那巡回应该有碰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趣事哈。有一摆啦，吼，我去巡回吼表演，表演迄个一个观众啊，唐总伊就来，吼，同我分享，伊就讲啊，有一条歌我讲到，我下跑远洋渔船，吼，轻型库的工作，要跑到很远的地方，一年2年能转来吼，伊就面对伊啊露台，就跑商船，毋过嘛迄1-2年吼都伫海上安尼，所以伊就情感通，伊就同我分享，过个一段时间，我有去参加一个我的美容的办了很多年，2015年的安尼黄蝶季，美容黄蝶季。哦，真的啊？有。几摆不知道。主办单位伊就结束个就同我讲啊，有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伊有捐款。哦。第一个发通，伊讲啊。捐款。捐款，企业捐款。我就讲迄万人啊，伊就讲啊，就送拜来谈诶。那位大姐。中国诶一个大姐，伊就同遐公司讲啊，做得。捐款本家给发支持了的发通就因为你，所以他就捐款。对，就有一个因为这首歌，然后产生了这样一个很美好的连结啊。他的反馈给你哦，真的哇，他说是马情感不通啊，糖豆也马情感不通。是，这位大姐，你要不要来听听我的歌？你要先让他感动一下，对，感动一下。对，要不然让他笑的哭流眼泪也可以。也是年轻有心，因为之前他们南昌在讲做音乐两方面啊，他们抽镜头通发嘛，嘿么？动画也是你们自己做吗？还是电影的部分？我们是会第6篇，就是主要是会，比如说俺下国诶，俺亲好用全动画的方式来表达啦，就是全动画的 MV 啊。MV， 哇，那很贵嘞。啊，我讲就希望做得吃宽啊。哦，那全动画的。你自己做吗？大牛哥有那个有概念。对啊，动画很贵啊，我知道啊。所以你就完全全心自己就有几首歌，还有就请动画导演听他讨论俺剧本啊，就听他做完哟。哦，不是你自己亲自下去画。冇人冇按厉害啦。唔过要清理好了啊，有按用个心来做完肯定。对啊，那个因为做客家音乐，说真的，就资金都比较拮据一点。哇，你还花这么大的这个心思，还去做这种动画。希望做都较好啊，本大家
听到看到，我会感动安尼，会感觉安尼啦。看给做事情还两种感觉，他要先能说服自己。真的，因为我之前有一首歌也是，有 MV 也是用动画。哦，真的。那个动画其实画得很随便的。哦，真的。颗粒很大，是不是？颗粒很大。我只想说，就比较简单型的动画。便宜形式了，是不是？对，也很贵呢。你可能被骗了。这不便宜呢，那你何况？大家可能螺丝风，哎，盘子来了，盘子来了。哎呦，真的哇！他一般会做动画 Monkey 啦，他应该有很多门路，算他便宜一些。便宜的，所以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音乐人啊，真的为了自己创作出来的东西，然后这么用心的去把它做到最完美这种境界，真的，哎呀，厉害！真的，真的。谢谢。再带落一条歌好，剛我接下來帶來一條很多酒類跳舞。酒類跳舞，哎呦，舞曲嗎？哎呦，我沒舞曲，我唔講唔能做得跳。哦，衝跳高數。好像我們8代人能有跳，唔會跳。衝跳高數，給羅哥做的啦，太厲害。好了，按照湯唯結唱的按照酒類跳舞來。條擺加南風加速殺牙冇寫作，有時帶順坐火車一路聽聽怎麼加，阿妹當然加新幣天然阿爸講天梯，打造開單買菜去吩咐中午來天土面。118夢想的拼出一家嘅人生，工廠超送幾下人，日做夜做好經驗。34個銅鑼鼓接下間用嘅書店，光華橋下送衝都兔子古店來腳絲呀。1、2、3、4來跳舞，弄出一家嘅舞譜，就來跳舞，特別係將和係處，就來跳舞，因彩愛春腳有耶穌，就來跳舞，表現跌落都愛有笑容。40個開飯店3萬大餅3時間，來夜從西點紅酒，退伍過後逐漸能做，處處開始兩公婆，兩公兩三變技術，生意見做就見好，見來見減係夢想。1、2、3、4來跳舞，弄出一家嘅舞譜，就來跳舞，特別係將和係處，就來跳舞，因彩愛春腳有耶穌，就來跳舞，表現跌落都愛有笑容。跳舞，弄出一家嘅舞譜，就來跳舞，特別係將和係處，就來跳舞，因彩愛春腳有耶穌，就來跳舞，表現跌落都愛有笑容。跳舞，天空木子圈圈浮動步，
很怂的一条歌。对，哎，这条歌啊，甲肯定全息度方模一条歌嘿，也无伫亚种全息。之前有一种台北市出的一种当年代的合集文化行业，有输入的有贡献一条歌是吧？哦，用没用一把吉他？冇，佢还有其他的乐器，有其他乐团的，乐团的哦，想这个是。可惜了哎，就如果单一个人，感觉没有那种跳舞的感觉，独舞的感觉。对啊，应该是录音的版本有做一个嗰有跳舞的感觉啦。它有它有个節奏感。跟很好聽。係啊，平常時我去那裡撩啊，有冇？之前有一擺喺太學嘅時間，很久以前咧，有去到個人嘅地方，喺西藏。哇，西藏！那你有碰到達賴喇嘛嗎？幾百冇呢？幾百冇。達賴喇嘛某一天在西藏，他現在沒有在西藏，他在印度。印度，他在印度。幾百這個西斯面，就去個行。哇！侵犯的地方啊！人生地不熟呢。係啊，抽課長一嗎？幾時隻課程還蠻同，係坐比洋機在坐演的騎牦牛，那個越野車啦，就是演的茶杯，真的哦，還有演的公車，西生嘢，佢帶到幾大？啊，頓起來叫我成八啊呢？就有可能行到那邊就前地方水木啊，去來去行啊呢。哦，就像背包客一樣咧，去到那就去到你那部卡黑啦呢。有時間啦，有時間就前個小嘅安尼背包客棧安尼。像嗰種 hostel 嗰種啊，就青島人鄉啊，青年旅館，青年旅館嗰種。好玩嗎？幾個小啊，好玩嗎？有冇好高？就有青島嘅感想啦，這個體悟啦，就因為一個歌場就會即個嘛。講真件咧嘛，會強啦，會強啊！冇去過要按人，其實會強。啊，唔過就從誒相片地度看到嘅嗬，就一望無際嘅安尼天地。你係你嗎？對啊，冇槍啊！好不像哦。對啊。你是面前冇安尼。你是面前哦。係啊，就看到安尼景色哦，其實無邊無際嘅感覺，就會感覺到自己本身嗰種青島嘅不安啊，哦，還害怕哦，有時間就會煙消雲散，就講其實人哦，很渺小啦。剛剛那旁邊是湖嗎？嘿，錯，人很渺小，所以想要吃嘛，就勇敢去做，安尼，第時間就會有安尼嘅感覺。對，在大自然中，我們都很渺小。對啊，我第一次去到那個拉斯維加斯的時候，也是沿路，然後後來回來的時候，我去是坐飛機嘛，回來的時候他們說，哎，你應該要坐個車，你去感受一下那個沙漠整個沙漠公路那種感覺，然後無邊無際，哎，我就跟着就坐他們車，然後回來，真的哦，我還好後悔哦，真的哦，暈車暈死了，是不是？對啊，太久了。對啊，坐飛機不是很快嗎？對啊。不過沒看到冇強用嘅件事。不是，他從內華達州還要開車到那個加州。可以叫。哦，大概6個小時以上，6、7個小時以上。哦，真的有6、7個小時你就不行了。飛機大概1個多小時。對他們來說，有時候是一種浪漫。黑啦，讓你看不同的景色。可能會暈車之類的。可以看那個草在那個沙堆那個沙漠上面滾啊。對，裡面都有那種你去你會感受到哦，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壯闊的美國的一個電影，或者荒野大鏢客啊，哦，原來就是這種感覺。我還去了那個鹽湖城。哦，鹽湖就整個一片就是一個大湖，但是上面都是鹽，哎，在上面一層那種厚厚的一層鹽，很酷，對，大自然很奧妙哈。哎呀，就是有一些新的那種見識到不同的，對啊，覺得好難得。對，不過說到西藏，我也真的西藏很勇敢，公司才發，有可以一傻做背包客，要是都沒有遇到人的話，對，不過西藏女孩子很漂亮。你有去過？我看很多那個短影音，看到。
新疆的也很漂亮。新疆很漂亮。好啦，真的今天真的非常欢喜，真的有腔都很来啊。哎呀，我每期特别主动，就同就同罗哥讲，我每次遇到他，我就你什么时候来闹夜大旅？就送酸来咧，送一百同佢讲嘅時間，佢就講有啦，我有下嘅，所以佢同佢主持當好啊，因為佢認識嘅動作，像人家的動厲害，獨到就悶啊，獨到就悶啊，輕音整啊，對啊，這來而且節目就增色很多，更多元，不是只單單傳統的東西，呀，你現在創作的東西，要做一本介紹文大家作品，對，文太自己糖豆，真的，謝謝，感謝有呢一個平台啦，沒有，對，很棒，很棒。太自己多多支持 VK 嘅木馬，大家多支持哦，哈，多多支持哦。啊，今邊哈也非常多謝大家收看啦，大家好唱歌，咁夾夾來報名哈。大家天花來人叫6667人6人等太自己大天花，謝大家，多謝大家收看啊，還沒有多謝，夢裡天木馬嘅轉型，天光3部曲，天公3部曲，多多支持。謝謝。是夢小天老師還有夢翠先生，辛苦了，辛苦了。是夢天聰嘅高公演，辛苦了，安子 C。好，下禮拜我們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